这个中度风台小犬扫南台湾，气象署讲，这个风台的强度虽然有变较弱，不过原来有可能是透14级以上的阵风。今仔日各地头这风雨有关是上大的，所以呼吁民众唔通前往海边啊、甲山区。 中度风台小犬中昼的时，伫咧高原偏西边50公里的近海往西北西行。伊的暴风圈即阵当打伫花莲、台东、台中以南和偏湖顶悬。气象署指出，风台的强度虽然有减弱，不过今仔日通过恒春半岛和台东南边的时，原来有可能会透14级以上的强阵风。在桃园以南的沿海空旷地区、澎湖、金门、马祖、基隆北海岸以及花东的沿海地区，还是会有9到12级的强阵风，其中西部的沿海，就是靠近内陆地方，一样有比较强的阵风。但是受到风台和外围环流的影响，东半部恒春半岛和南部山区会落阵雨，有可能会上大雨，也是大水雨。北部、南部和中部山区嘛是同款，其他的地区也有偏湖、金门、马祖会落阵雨。 但是南岛地区因为地线方面，气流搬过山岭沉降了后透小风，高温会降到38度。气象署特别针对南岛发布高温警示。虽然拜五各地天气嘛是和拜时差不多，但是风台渐渐往西离开台湾了后，风雨会较长和。 其中，在花东地区、恒春半岛以及屏东山区会出现局部性的大豪雨，但是东南部和南部的雨可能要到明天晚上深夜以后才渐渐缓和下来。而至于明天所下的雨，在基隆北海岸、东半部地区、南部地区仍然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。另外，气象署提醒各地沿海和偏湖金门马祖要出现长影，各地沿海的海影有4、5米悬，地势较低的所在爱有防海水倒击和积水淹水。 气象署嘛呼吁民众，因为山区土木咸水较松软，有可能会水崩山，请大家唔通前往海边啊和山区，避免发生意外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